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陈伟民，今日继续来讨论香港哦。这拜日咱看到香港人进入去因的国际机场来抗争，因为一个查某的这个救护人员竟然和警察用这个布袋枪支弹伤目睭，可能永远都提名吼。这些人做伙来参与，来瘫痪掉香港的这个国际机场，爱武警哦喊目睭来啦！啊，看到这个香港警察是无差别攻击哦，一个地铁站啊，都发射这个催泪弹吼，并且逮捕到这个民众。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早嘛讲到这个出面回应讲哦，这个香港已经是伫咧真危险这个深坑哦，这个香港啊经济要内忧外患的这个问题哦，是不是会当有复原的这个机会？必须爱停止暴力。不过，侪香港人都想要问啊，到底使用暴力的是警察也是市民啊？香港这个反送中已经超过10礼拜，啊，林郑月娥是不是有法度撤回这个逃犯条例自主权？嘛，不是伊的这个身躯顶哦，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北京因的态度，这是关键。今日台湾新眼界国际新焦点，要带大家做回来对话。这顶咱邀请到3位来宾做回来对话。第一位咱邀请到中央研究院大事所副研究员哦，这个吴瑞英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真欢喜今日来上这个节目。第二位咱邀请到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曲依玲，秘书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第三咱邀请到台湾基进的这个发言人甘明伟。嗨，主持人好，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香港这个问题，咱是逐礼拜拢有咧讨论啊。啊，其实伫这个关键哦，已经冲入去机场啊。啊，伫进前佫看到香港警察是伫地铁哦，就吹这个催泪弹。这其实对于香港人来讲，也是国际社会来看，其实伊就是一个准镇压的行为。有人讲伊是准律师，老师你敢安尼认为？我想还未到准律师啦。我想即摆就咱所了解。为什么香港警察会做出咱超过咱个人的常识的判断的这行为吼？我想是事实上可能，我想是真明显是一个理性的计算的行为，就是讲伊伫咧大概，因讲即摆最近换一个迄个警务处的迄个副处长嘛，迄个刘业成。伊伫咧几年前，就是迄个雨伞运动的时阵，就是镇压出名的。所以即摆特别伫咧迄个运动煞未收煞，先叫伊来吼。事实上是有一个真大的目的，因为伊真够即个做镇压，所以因即摆有一个真明显，差不多为7月底开始有一个明显一个战略的改变，就是讲因即摆毋是讲被动徛伫遐，吼，你甲你主动的啦，伊即摆主动入去内底去甲你掠人。是。啊，伊的目的就是讲，伊主动出击，主动甲你攻击，伊的目的就是要消磨掉咱的所有的即个，伊号做勇武派，就是讲比较较迄个积极起来抵抗的即个香港的少年人因的力量啦。简单讲，就是要消磨伊的力量，互伊渐渐损失。目前已经掠500个，因咧想讲掠到1000个，差不多迄规个运动的消息。掠到1000个是。所以我咧看，即摆可能离咱咧讲的迄个正式的军事镇压，还佫有一段距离。即摆真明显是一个警察的镇压的策略有一个改变。即摆离即个军事解放军直接入来，我想还佫有一个程度。准若是解放军进行入来，都毋那是安尼啦。是，不过咱来讲哦，这个警察这个行为，其实哦，因的作为，其实香港人民看袂落去。有的这个警察竟然是用假扮的吼，啊扮作是这个示威者，是穿乌衫，啊佫藏这个武器入去这个示威者的这个牌仔内底，用栽赃这个方式。咱来看讲哦，其实因这个运动哦，会庆管的到机场去。除了这个警察伫地铁哦，这个用这个枪支共拍以外，因的这个种种的作为，其实真侪这个香港人拢看袂落去。咱来看这个新闻片段。香港警察伫地铁站内底放催泪弹，真近的所在开枪来弹示威者。礼拜香港反送中示威，警方驱离民众的手段是真粗残，甲青年抓来大来甲喊，现场4架叽叽叫，伫尖沙咀街路面顶，某一个查某囡仔拿手捡警方的布袋弹来弹着目睭，现场流真侪血，而且警方的行为嘛已经互香港人来真生气。医护人员嘛看袂做的。拜日下晡发动罢工，挑工伫目睭面顶高架者，美国香港警察根本就想要抹杀市民。警察咧用咗好多嘅佢哋所謂嘅最低武力，但係嗰啲嘅最低武力咧係講緊咧係導致琴日有一位女嘅示威者咧係右眼嗰度係受到嚴重嘅傷害。
示威的主力大学生伫香港在已经大专校院的学生会是发起联合声明，指出香港已经进入军管时代，呼吁自即马开始无限期开始罢工罢课，还佫有罢市。民众甲工课放例一直来向香港机场来去，现场穿乌衫的示威者是坐甲目睭睭，互机场大厅是钱甲哭出出，爱警察协互受伤的查甫囡仔一蕊目睭。血啊，什么都爆了出来，他们还是疯狂的打。一出生我就拥有我自己觉得一出来就可以拥有的自由。过了20几年，我发现突然之间，这些一切都会突然的消失。对立的情势真紧张，而且佫传出讲811的冲突是有警察假做是穿乌衫的人。警方先认讲有做这件代志，毋过讲毋是挑故意要扮做示威者。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嘛是佫伫下晡出面，甲部分示威者的人形容做丧心病狂，表示讲香港嘛开始出现恐怖主义。对于这种丧心病狂，必须坚决依法打击，毫不手软。香港激进示威者屡屡用极其危险的工具攻击警察，已经构成严重暴力犯罪，并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而且港澳办佫讲，香港已经行到重要关头，所有关心香港前途的人，拢爱站出来止暴制乱。香港市民按说要公布警方恐怖的镇压，预计伫即个拜六礼拜要伫全世界刊报纸，而且伫论坛平台连登在募款，短短1点钟就募到超过100万美金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看到香港安尼，其实互真疼心啦。尤其讲吼，这个警察是安尼随时用这个催泪弹用伫地铁内底哦。地铁本身是人一般交通爱坐着物件，尤其对香港来讲，毋是坐这个巴士，就是坐地铁嘛吼。啊，尤其再个是剩这个咱讲，大家拢是你看女救护员、查某救护员。啊，头拄老师嘛讲到，虽然伊这个警察是理性的这个计算，毋过是有反效果的心。真明显啦，我想因一方面咧想讲安尼做吼，看啥物人拖较久嘛吼。啊，目前为止已经掠500-600个，掠到1000个，规个迄个香港的迄个少年辈迄个抵抗的意志，算讲都会无去安尼吼。但是啊，未到遐，即马现主是即个阶段，虽然敢若警察都已经造成实质上的军事戒严的印象，而且迄毋是伫咧香港内部，迄是全世界的印象。是，即马大家拢讲香港是一个 police state， 一个警察国家嘛。警察国家已经等于就是差迄个军事政变差一部分啦，差一部分啦。所以因即马咧讲，事实上香港警察已经掌握着实质上的香港政府的实质的权力。所以已经造成这种真歹的印象了后，造成民心的全面的造反，再有昨的迄个机场的占领，是，啊，迄个效果非常的好。迄就是等于讲你。一个或者勇武派直接行动的伫抗争吼，感动，啊，佮即个警察的暴力会镇压吼，互迄个香港人真愤怒的结果，即马一般无要插这个代志，一般人嘛拢一摆，所以已经是甲全面已经全面对个甲香港的这市民为敌，就反效果。是，真正是反效果。咱来看讲8月12号即天啦。伫这个机场内底是安怎？大家这愤慨啊，目睭佮裹着这个纱布，就是要讨一个公道，甲我的目睭含来。你看到这个查某的这个救护人员，伊就是伫这个地铁内底，啊，互这个枪支弹喺目睭内底，这个画面，相信大家看了嘛是会唔甘。咱来看讲是安怎会瘫痪香港的机场吼？这是就是不满着这个伫咧尖沙咀清场的时阵，警察用这个布袋弹吼。攻击到这个查某的这个救护员，啊，射破伊这个目镜吼，啊，互伊这个目睭可能是永远就失明啊吼，就青命啊。啊，咱来看到这个行动是安怎？行动就是进一步因伫咧机场来抗争哦，医护人员嘛罢工，因为这个查某的这个救护员都互安尼拍受伤啊，所以因发起这个罢工的这个运动。啊，这个诉求是啥？佫一届讲到反送中的5大诉求，就是要撤回逃犯条例。收回这个暴动的这个定调了吼。第三就是要撤销甲担所有抗争者这个罪名。第四，警察的这个部分，警察你是不是黑白拍人、黑白使用你的权力？第五是啥？第五就是要实行真的这个上真普选啦吼。结果是啥？结果就是8月12号4点的时阵，咱能看到这个机场拢是人啊，满拢是人，所以伫甲这个今仔日8点进前哦，早时8点进前拢是取消掉这个航班。啊，其实下晡开始。真侪香港人，搁一摆行入去这个机场啊，
对着机场来讲，其实是一个足重要的所在，尤其香港啦。香港人讲，伊是国际最全球的这个金融的这个中心啦。你若是讲得袂到你诉求的这个回应，香港政府无要甲你信道，中国北京敢若港澳办这种声明，所以我用这个来机场得到真大这个效果，尤其是这个机场内底，你看我取消掉航班，我是毋是经济这个有的这个来往的这个商务人士都无法度来香港，也是袂当倒转去。其实对香港拢是一个影响，所以林郑月娥今仔下早有讲，对着香港这个经济已经是粉身碎骨安尼这个程度。所以咱要继续来请教这个秘书长哦，你安怎看讲这回啦？因为咱咧讲人权嘛，香港警察敢有甲遮个市民、香港人民讲人权？我其实对6月一直到即马8月，香港的警察的作为已经互足侪国际的人权的团体拢有足侪声明来去谴责因的因的遮作为嘛吼，啊，就是讲因为因的遮个，你看着讲足侪人抗议的遮足侪人，伊根本伊手内底伊嘛无摕啥物武器，啊，毋过咱的警察煞是摕着就是不符合比例原则，无符合这个比例原则。对，这伊摕这个枪啊，搁这催泪弹，啊，伫个在街道地铁站啊，安尼黑白去，嘿，伊攻击的唔单单是这个抗议的人尔哦，包括记者，包括一般的路人，拢随随便便就拢会去互抓起来，也是去互伊拍掉。所以反过来咱看着讲，其实伫个7月21号的这元朗的迄个地铁站的迄个代志，被杀人的，黑白拍人，结果这人全部拢无去互警察抓起来，警察无要处理这人，这就是一个做奇怪的代志啊！你讲，你讲你要处理暴力的事件，啊，毋过你处理的人拢是到底像是使用暴力的人是警察吗？是应该是警察啦，对吧？是，所以这根本就是讲，是安那也有遮尔侪国际上面在人权团队来表示在抗议，包括无国际的记者，包括国际特色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在团体拢出来去谴责香港警察的这摆的这种处理方法，其实是无。就是不恰当，是真正是无适当啦。咱继续要来请教咱这个发言人啦。其实咱头都有讲到，香港是一个全国性、全球性啦吼，这个金融也好啦，这个经济也好，这个中心。这回因虽然是有瘫痪掉这个机场啦吼，嘛是得到因的效果。其实，但是因要对国际社会讲的这个诉求，也是真明显的，就是你得袂到这个香港政府好好的回应。你拢是迄种八股式的回应啦吼，北京嘛是安尼，所以即届第2天啊，伊佫行入去机场，嘛是继续瘫痪。其实因昨嘛是坐伫遐尔哦，无较激烈这个冲突，所以你安怎看因即回收的效果？是啊，其实我有真侪香港的朋友啊，因其实拢是行伫迄个，因拢是第一线的即个抗争者啊。其实看到香港即摆的状况，其实非常非常的伤心嘛，做担忧。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代志，就是讲你看到讲，其实咱抗争者也是香港人民的伊的诉求，其实足简单，伊就3项嘛。第一项就是你爱林郑月娥，你爱落台。第二个就是你爱清算即个。使用暴力的这个警察，第3就是咱来实践，咱真正的真普选嘛。所以这3项诉求其实足简单，但是这3项诉求伊无达成，这个抗争绝对袂退去。但是你看到讲警察，是讲看到香港政府，也是讲看到中国政府伊定调的这个方式，完全甲这个方式拢无共。第一，伊支持林郑月娥，然后支持林郑月娥讲，你绝对袂使落台，你就是依法行政。到底上咧使用暴力，咱看着知；上用这个枪支对着这个人民，伫遐尼近的这个距离。第3个就是双普选更加无可能。所以讲，我认为讲，即马无论是去机场，还是去倒位所在，还是应用一种类似这种巷战的方式咧抗议的时阵，其实凸显的这个困境。这个困境唔是抗争者的困境，这个困境我看是香港的困境，还是中国的困境？香港跟北京啦，嘿，北京的困境，第一个困境就是伫政治上的，因为咱看到讲，其实10月1号，今年的10月1号，就是阿强啊，中华70周年的这个大限，因建国70周年的大限，所以伫这进程，
这个运动到底会加压，还是讲会去你到什么款的程度？其实这政治顶悬的困境，啊，这个困境因为中共已经界定讲这是外国势力的介入，所以讲你若是讲林郑月娥落台话拄好拍面，你阿强啊，就是外国势力的介入是成功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谈到迄个主持人讲到的，伫这个经济顶悬的困境，因为讲香港其实是伊资金集中的这个中心，嘛是伊资金外走的这个中心。咱看到讲，什么是这个资金集中的中心？咱看到讲7月份的时阵，阿里巴巴中心伫香港来上市，其实就是伊要做的就是甲外资来集中伫香港。啊，第二个你看，因这个作为一个金融地位这个中心，其实有组织官员，因的资金的外走是伫香港。啊，即卖香港的这个股市。这个帮盘，还是讲伊的经济开始无好，还是讲对外资来讲，伊是一个无安全所在，其实是你阿强家己造成的。啊，你放伫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顶悬，你香港变做是一个最重要的所在，你无可能甲伊放走。所以讲，咱能看到讲，其实即马现日这个困境的，其实毋是香港的抗争者，伊是香港政府。啊，甲北京有影啦，就是香港政府无法度解决，北京政府嘛无法度解决。是，只有现主是自6月9号这个运动开始10礼拜，也未法度解决。咱来搁看讲，这个中国国务院港澳办香港澳门办公室，伊伫昨哦，搁开记者会讲啥？讲这个丧心病狂，即个示威者，啊，搁有讲到啥？因是恐怖主义的这个苗头啦吼。其实这两个是要对两个人讲啊，伊搁讲到这个香港政府你袂使手软哦。第一个讲互这个示威者听，讲恁丧心病狂，恁是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分子。啊，第二个讲互香港政府听，讲恁袂使手软，对着这个人民来讲，就是两种讲法啦。啊，其实咱要来搁继续解读，因为看到这个中国国务院已经是3届啊，回归以来无像这届连续3届安尼有回应。老师，你安怎看讲因这个国务院港澳办因的这个讲法？我想，伊个国务院啊，港澳办因这个讲法是真典型啦，无啥物新意啦，就是讲基本上表现，就是上头面位咧讲的，我赞成，就是已经无报啊啦。无报啊！北京即马无报，为什么呢？知？因为即马伊个香港即摆的运动上大的特色是啥呢？甲古早比起来，伊是全面的合作。大家知影讲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中间有2派，一派叫勇武派、本土派，另外一派叫做合理会嘛，合理吼、非暴力吼，迄种的伊个，但是即摆这2派合作。啊，因交换使用无共款的这个运动的策略，比如讲，伊个勇武派即个少年家啊，吼，啊，伊讲full gear吼，全身的武装起来第一线咧，甲伊咧冲，但是呢，因就是用到 be water 冲袂过，因就紧栓，对唔对？因水安尼紧散开。啊，另外一方面呢，过来交换，过来8月初5就用3把，罢工、罢市、罢学，伊就罢课安尼吼。换句话说，无合作运动啦，英语讲 boycott。boycott。所以咱昨昏今仔看到飞机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boycott 的一个上高见解。就是讲为什么伊掠到规香港这个经济，就香港这个都市这个伊的认同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就是这个。国际金融，国际金融就爱透过交通嘛，所以讲伊伫遐掠着机场，啊机场真歹进步啦。昨伊讲想要甲封锁是实际上无可能封锁，你封锁的到是你会去抬着迄个旅客、观光客，所以你能看到讲即马是高哦的这个。即摆大家咧开玩笑，即摆你看连登面顶，大家咧讲勇武派最近大家休养生息，啊，即摆换何理非起来，啊，何理非上厉害，就是罢课都是用这个不合作、无合作运动，啊，大家去想到甘地，就是甘地古早咧讲 quit， 伊个印第安叫英国讲，你阵若讲我离开吼，我要全面要跟你无合作，这就是这个占机场，就是这个香港人吼做无合作运动的是个上高的见解，啊，过来。即马过来，佮要继续要无迄个无期限的迄个罢课，啊，佮罢工罢市，要继续开始。所以我意思是讲，你北京你一直咧讲，但是问题是你到底是要掠啥？即摆是一个无组织，吼，是一个自发的、多中心的迄个运动，啊，然后因运动的手段不断的变化。啊，今仔连伊冲，连伊退，啊，连伊用这个和平的方法，所以你到底要掠啥？你全世界无看到这种的这个恐怖分子啦，无看到讲示威完了，伫遐扣本数的恐怖分子，你知影意思无？有影这种地鼠啦，是
所以我感觉而且佫一个补充上，你讲迄个国际宣传，即摆这个占机场，这是即摆目前为止上好的宣传，即摆全世界都已经注意到啊。是，因为拢影响到航班啊嘛。影响航班，影响到经济，影响到国企啊。即摆你今仔看主要的所有各大报，大家拢咧报道啊，非常有效果。我感觉北京已经无报啊，伊即摆过来就是真，我想伊读个真疼，头毛咧烧啊。有影头壳毛咧烧啊。是。建国70周年这个生日礼物啦吼，这个礼物真正是。歹红登出来啦吼，对。啊，咱继续要来看讲香港警察哦，对着即届即个所有的咱有经历着即个5个部分啦吼，亲像即个市民也好啦，负责人啦、囡仔啦、老人啦，甚至有人即个真侪画面拢看会到，有的即个查某人的内裤，嘛互即个警察脱掉的，即个香港的警察，甲人印象过去看即个港片的即个印象差真侪啦吼。啊，第二个就是讲的催泪弹啦，就是。地铁啊，其实这对这个市民的健康真正是有真大的伤害。第4项是啥？第4项就是假做这个示威者，假藏这个武器伫人的牌仔内底。啊，第5个就是用这个布袋的枪支吼来攻击市民。咱如果继续来看讲，这个枪支布袋这个枪支到底是啥物？伊就是用布吼包起来真细这个烟仔珠啦吼，啊用这个霰弹枪发射啊一种电波的这个部分，虽然有人讲伊的这个杀伤力无遐悬，但是伫美国嘛有人去互这个枪杀互死。啊，其实要来个讨论就讲，其实咱讲到这个经济中心的影响，但是看到这个香港较早一直讲自由啊，讲人权，但是这回看安尼是香港政府无人权，还是北京政府无人权，啊是两个拢是。其实香港政府后壁就是北京政府啊，所以是安那为虾米？像香港的市民，因要争取真正的选举真补选，系啊，因为因的特首，因的遐议员，立法会内底议员，拢无法度是因选的，就算因选起嚟的议员，嘛随去互 DQ， 就是去互取消去，所以是安那，咱看到讲一开始，即个立法会安尼遮尔强行。就是强要去通过这个修法，因为伊根本就无咧惊，迄内底拢因全部拢是亲中的嘛，拢是就是含中国是徛做伙的人嘛，啊，包括这整个几个行政的单位嘛，是拢是中国的势力甲因咧操控。是，所以咱要讲到这个香港政府有作为也无作为，都要看这个北京政府的这个有作为也无作为。咱继续来看讲，今日下早时啦吼，这个林郑月娥伊是安怎讲的？晚上中继续进行。自811警方冲突了后，特首林郑月娥再去伫行政会议进行开记者会，发言一度后甜，表示香港已经进入紧急状态，700万人的安居乐业无法度继续落去。大家係咪忍心將佢推落去？呢個將會係粉身碎骨嘅深淵。林鄭月娥指出，香港即擺出現大規模惡意破壞行動，癱瘓機場、攻擊警署等，讓香港社會陷入混亂的局面。批評這行為無法治的存在，啊，毋過對受到槍支攻擊、目睭受傷的女性是表達關心。讓我哋嘅經濟，儘管喺外憂內患之中，都能夠有一個復原嘅機會。係需要停止暴力。林鄭月娥重申，警隊是香港嘅重要支柱，警方行為攏是為了維護香港安全。啊，不過因為回答這些真濟擺被記者拍斷，記者再三追問林鄭是毋是有撤回逃犯條例自主權，伊也無正面嘅回答。記者綜合報道。所以倒轉來看來，即個林鄭月娥嘛是真正煩惱到安尼影響到香港嘅經濟，咱就是咱頭拄來即個講嘅這個部分。不過伊個挺警察呢，咱繼續來先看即個《環球時報》，就是中國嘅即個官方媒體，即個總編輯，伊是安怎看這回即個運動？其實伊講嘅話，就是會當代表中國政府嘅即個看法啦。咱來看講伊安怎講嘅吼，伊講啥咧？因為針對着即個禮拜四啊吼，因講有暴徒吼，佇咧即個香港的深水埗啊，直接向警察彈這個汽油彈啦吼，啊，致使這個警察就有這個傷害安尼。啊，然後佫看講，其實哦，伊講到這個人就是已經是犯罪啊啦吼，啊，這個暴行已經會當當場哦槍殺這個施暴者的這個惡劣程度。哇，這句話安尼寫起來，
虽然伊是伫这个伊家己这个微博头顶面顶写的，但是环球时报总编辑会使安尼写，会使安尼声明，代表这个中国的这个立场，应该是嘛安尼想的吧？是啊，咱感觉咱看到讲，其实即马就亲像谈多啊讲的，就是即马的即个香港的警察，其实有做一警察，其实是伫为广州入来。啊，你看到讲迄个警察咧用枪支伫遐尼近的所在拍人的迄种方式，敢是香港人？啊是因就是其实咱认为香港的警察其实是一个纪律部队，是因就是咧贯彻咱国家机械的即个工具尔。所以讲咱看来讲，其实即个香港警察也是讲阿强啊，即马对待香港的抗争者，我认为只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尊重因，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甲因拢总大后死。所以讲，我感觉伫即个程度顶悬，因为香港的控制者因袂退，咱看到因的决志，咱看到讲伊互枪支拍甲规个面拢流血的时阵，其实因讲就是记者问因讲你惊唔惊？你惊唔惊？因讲唔惊。无咧家惊，这意思是啥？因为因认为讲伫因的背后，因规个人拍落，因规个人倒落，伫因背后，佫有做侪人会为后壁起来。所以讲，伊唔惊讲，若是讲，譬如讲，即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伊讲，当场击毙的即个程度，其实香港人认为讲，我会为着，无论是伊自杀的，无论是伊受伤的，无论是伊安怎会的控制者，因拢是一体。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共同体的一个诞生，嘛是香港无法度去转去中国的手中，无法度去和中国这个独裁国家做伙上主要的一个理由。其实咱咧讲哦，这个香港回归啦吼，50年无要改变，才22档尔，就安尼。一步一步提，啊，甲香港这个基本法嘛无要插啦吼，再来中国北京的这个政府的态度嘛是徛真硬啦吼，啊，其实咱要过来看讲哦，其实对着香港来讲，因真正心声豆豆咧讲出来，自6月9号到即阵，有咱头拄有讲到，用到这个义勇军啦吼，因穿规个安尼衫入去冲入去迄落个，啊，但是看到8月初5嘛是一个关键的点，38罢工罢市罢课，迄个部分就是讲机场会使。这个地勤人员也好啦，这个技师也好啦，都是无要继续飞，这嘛是瘫痪的这个一个部分，就是互你香港政府无法度正常来运作。啊，其实讲到这代少年人，因为啥物加枪，虽然讲你要甲我当场击毙，但是真侪香港人即马嘛有这个少年人嘛有这个决心嘛，我就是以死明志，我就是要我的香港有一个正常这个国家的这个态势。啊，其实咱伫这个香港进前嘛有来参加咱节目这个俊和啦，伊是咱台艺大的这个电影系这个香港的这个学生哦。其实对伊来讲，伊真正是甲伊个香港放伫伊个心肝头。伊昨传哦这个赖内底啦吼，即摆讲到真正的后甜吼，因为讲伊咧甲咱的这个制作人员咧看写的时阵，伊就讲，其实我即摆要去机场啊，我限制是我的安全，若是我真正是安怎？请你甲我的厝内底人，是甲我的朋友讲，这段话，相信大家人看了嘛是会心酸啦。咱来看，伊是伫机场这个画面是安怎讲的？其实现在香港的市民，其实从6月以来呢，我们上街游行这一个的行动，已经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上街游行。所以其实在这个状况下，香港基本法去保障我们香港市民有集会的自由，有上街的自由。但现在看来，在香港这一个社会上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香港市民上街去争取自由、争取民主这一个状况下，除了要去被这一个政治机器、香港警察去暴打以外，其实我们同样要担心这一个黑社会去勾结这个香港的警察去攻击普通的香港市民。所以其实我们香港这个引以为傲的法治跟这一个自由、平安、自由这个稳定的社会，已经在香港这一个的社会上已经荡然无存了。所有这一个社会状况的幕后黑手，导致这个状况的幕后黑手就是香港的政府。如果香港政府林郑月娥在这一个香港市民5大诉求里面可以
落实到的话，其实香港今天不会出现这一个的状况，今天也不会有上万名、几万名香港的市民在香港机场里面去集合，去抗议这一个香港的布阵。那我希望台湾的朋友，在看节目的台湾朋友，可以清楚的看到，现在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完全的失败。如果台湾的市民不保证这个一国两制不会被中共在台湾落实的话，香港就是你们下一个的地步。我们这一些香港的市民在国际机场里面几万个市民的这个下场，这个的行动，在不久之后，可能在台湾也可以看得到。也希望台湾人可以了解清楚，香港现在这一个的状况，其实是中共的政府、香港政府跟香港警察勾结黑社会去造成的。咱真正感谢俊豪伫这个香港机场，甲咱带这个上新的这情形，讲到这个中国政府啊，这个香港政府的这个无作为，其实对着这个香港人民来讲，其实是真愤慨。尤其这个本早会当上街头游行集会这个权利哦，拢互收去。其实因对着安尼是真正看袂落去。啊，咱继续，伊头先嘛讲到。台湾人真正看清楚这个中国政府，这个一国两制是伫香港大失败。伊嘛望咱台湾人会当家己有这个思考啦，啊认捌到这个中国伊这个无好的这个部分。咱继续来看吼，香港人伫这个反送中运动来有写到伫前几日啦吼，写到要互一批这个批啦吼，就是要互台湾人讲，其实哦，咱台湾伊讲台湾 Formosa。啊，这片土地，咱有民主，咱有自由，咱有家己用选票选出来的总统甲政府，嘛有这个法律、军事甲金融体系。啊，或者的这个侪香港人是真心善，但是望就是咱台湾人会当徛好在，会当保护咱家己的家园。啊，伊用香港，这还有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权吼，修订这个逃犯条例，引起着香港人这个愤慨。其实哦，对着这个。中国来讲，其实因就是无信用嘛，因就是用安尼这个部分来骗讲中国人。本早讲，一国两制50年要改变，第22档就改变啦。伊佫叫咱想看嘛咧，若是讲台湾会当遭受到这个中国大力量来把持掉的，咱台湾的这个部分是毋是甲香港即阵的这个状况共款？所以香港甲台湾的关系，伊家讲是。这个喙唇甲喙齿这种关系啦吼，所以希望咱台湾爱徛好在。其实老师你安怎看讲，拄则俊豪伊安尼表态，甲香港人和台湾这张批，其实和台湾人看起来嘛真感动、真甘心，但是互人看起来是搁较痛心的。当然是真痛心啦，不过咱即马。面对非常困难的这个历史的情景，时阵咱来冷静。为什么香港今仔变安这？为什么这代少年家爱用性命来拼，来争取因最后一点点的自由？迄就是顶一个世代的香港人出卖着香港嘛。迄甲台湾情形非常的类似嘛。为8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咧谈判香港的未来的时阵，上早向北京去表示忠诚效忠的，就是香港的资本家嘛。所以咱讲北漂是为遐去的，香港人先去伊效忠为英国转去到北京嘛。所以为什么香港人一直拢无建国？为什么迄当阵规个中央谈判中间无香港人的声音嘛？啊，咱转来看咱台湾，为什么今仔香港人最近定咧问我讲，为什么咱台湾人中间有遐济一寡迄个对亲中的声音？其实老实讲啦，台湾人无讲真较歹啦，迄是过去20-30年来因为。西进啦，因为海峡两岸两边的和解，造成着咱台湾去中国投资，大量投资，到即马200万的台湾人伫遐咧生活，这200万人变做人质啦，同时变做咱台湾即马亲中的真重要的一个社会基础啦。所以老实讲，这其实背后有即个物件，过去30年来，咱事实上就是讲中国好趁钱啦，香港人共款啦。啊，所以即马来香港人已经为时已晚，但是咱台湾还佫有家己的国家，所以某一个意义来讲，香港这代少年家啊，用因的性命，咧教咱台湾人讲好醒起来啊，好起起来。中国钱歹赚，是，你唔通用你的自由去换。遐一点仔钱安尼，我想为这个角度去了解。是，所以咱继续来看吼，其实对着这个香港的人民来讲，有的人真正是去用逮捕起来。所以咱要继续来问啊，今仔日这个外交部嘛正式的回应，就是讲对着香港人民伊需要帮助的，来台湾帮助的，咱的这个庇护也好，也是讲咱政府会当做什么保护也好，
外交部今仔有回应，伊是讲这是陆委会这个权责啦吼。啊，其实咱要来讲，其实台湾政府做有够无？啊，咱要安怎协助这香港人？咱来请秘书长。其实台湾因为咱一直拢无难民法，所有的个案吼，拢是专案处理。是。所以虽然咱其实有港澳条例，港澳条例第18条，有讲，若是港澳的人，你若是因为政治的关系，你性命有危险，咱台湾政府是会当提供协助。吼，啊，其实咱嘛有这条法律会当去用，会当去做一寡代志。啊，毋过到即马其实较可惜的是讲，咱对过去到即马，咱较定咧用的就是专案处理就是咱看要安怎，嘿，啊，咱无去甲迄个制度甲伊健全啦吼，嘿，所以这是阮感觉讲即马可能较欠缺的物件。是。嘿，啊，当然咱有看到讲，蔡英文政府伊有讲会提供遐协助。是。啊，毋过咱嘛较烦恼的是讲，那咱即马无一个较制度化的物件出现的时阵，咱嘛会烦恼讲明年咱台湾明年就爱选举啊。是，明年就要选举。啊，咱这个个案。才会想要来爱咱台湾保护的，提供协助的这个个案吼，啊，伊明年选了，这会承诺吼，这会讲我会保护你，啊，明年若选了，到底这人要安怎？咱唔知影，因为明年到底迄选举的结果是啥物，嘛无人会知影，所以这是为虾米咱台管会一直要拢一直咧服务咱的台湾政府嘛是爱个这个制度嘛是爱改革，嘿，爱改制度化，安尼确实真正会当解决问题。是，所以这个今日咱知影会知啦吼，这个外交部有这个回应，讲是陆委会来专案来处理，啊，蔡英文嘛有这个展现决心，但是讲明年选举年嘛是一个真大的这个变数伫个，所以到底是毋是爱甲这个法条健全化、制度化，其实是一个真大爱讨论这个部分。咱继续要来看讲，这个中央哦，这个中国的中央人民日报啦吼，伫海外版哦，伊有讲啥？伊讲要这个发表着因的文章啦，伊讲这个香港示威者哦，针对着这个反修例啦吼，继续来抗争啊，暴力程度咧，不断来侵权社会这个影响力哦，嘛是继续愈来愈侪。尤其是这个外部的这个势力哦，伊外部的势力指着啥？指着美国啦，指着台湾。欢迎你来看。咱看来讲，咱会记哩进前迄个四川有大地震的时阵嘛，若是讲真正是外国势力，是台湾迄阵时阵捐偌济钱，是啊，捐偌济物资，这是毋是外国势力的概念？因为拢是捐物资嘛，所以我感觉这是中国伊咧黑白讲的一种方式。是啊，所以我感觉讲，其实即马台湾，也是讲其实。亲像阮老师讲的，其实咱台湾甲香港其实是伫一个帝国霸权边啊的一个共款命运的一个两个共同体。啊，这个共同体其实是因为咱对咱所相信的自由甲民主有共款的迄种震动，迄个震动亲像时代共款。就是你香港若震动，咱台湾嘛会受到影响。啊，台湾有啥物款的影响，香港嘛会受到震动。所以讲，我感觉讲，其实伫这个状况顶悬，其实咱台湾人绝对需要用咱各种的方式去斗相共香港人。是。但是我感觉上重要，咱爱倒转来的，咱挺香港以外，咱嘛爱顾咱的民主，顾咱的台湾，因为顾咱台湾，这是对香港会起的一件代志。因为香港人甲阮讲啥，拜托是。踏着香港人的尸体顶悬，行恁台湾要行的路。咱台湾要行啥物路？其实咱若是选择着民主甲自由，其实就是咧帮香港人，因为伊有另外一个所在会当去。是。若是咱无一个政府，若是咱无一个国家，咱就无难民法，咱就无一个所在会当互香港人来食。所以讲，我感觉讲，其实伫即马，其实咱台湾状况并无比香港较好。我的意思是讲，咱对着这个红色的参头，中国白遐的参头，也是讲所有这个中国势力的介入，其实咱看袂到，但是一直足济影响着咱的选举，影响着咱的媒体，影响着咱的所有的生活当中的生活。啊，所以讲这个问题真严重。所以我感觉咱若是为着咱明年选举来想，其实毋是为着选举来想，只是为着咱要安怎维持咱的台湾的生活方式以外，对得起香港人的一种方式。伫这进程，咱绝对爱，无论是
每一个社团、每一个政党，就亲像香港共款，咱拢是勇武派。勇武派意思是讲，我用智慧，我用我的创意，另外我阁有一个上重要的物件，就是勇气、甲决志、觉知咱的意志。所以讲，咱一定爱伫明年进前，甲咱想要推啥个法律，还是讲推啥物件。也是讲，咱来建立一个咱民主的这个防火墙，咱一定要继续来做。所以这是对得起香港人的一种方式。针对着这个中国的这个渗透哦，豆豆入侵着咱台湾，其实咱台湾是嘛是爱大火灾。啊，其实对着这个人民日报这个海外版哦，伊就是讲蔡英文总统啦，侪届伫咧媒体上发言啦，所以安尼就是对这个香港实力的这个入侵啦，伫遐滴滴突突，但是这毋是咱应该爱发声嘛？啊，其实阁有一个人叫做台北市长关文哲，伊讲蔡英文安尼是饮鸩止渴，咱到底什么是饮鸩止渴？咱看蔡英文是安怎回应的？这个年轻的医护人员的受伤的事情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不舍所以我们也希望香港的当局可以跟这个香港的人民能够坐下来沟通，能够对话。中国方面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时候作为总统，作为国家领导人，必须要站出来讲清楚"一国两制"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让中国不要误判，让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态度不要误解。有影啦，蔡总统讲安尼话，徛着一个领导人作为一个总统，伊爱讲安尼话是正确的吧？我感觉蔡总统是温和而坚定，这是咱即马台湾伫咧国际政治一个算讲，并不是实力真强的一个国家咱家己的主权受到威胁的这种国家。领导人会用做已经是上好的一个姿态。伊无好，所以伊并无咧个闹，无去个草命人去讲，伊用温和坚定，用符合人道主义的言语来讲，我感觉这是非常适当。我感觉郭文哲唔在咧讲啥，因为伊一方面讲台湾愈强，香港就愈安全。台湾爱强，意思是国际政治爱强。台湾愈独立，台湾伫国际政治面顶，咱的实力愈强，是咱就有法度保护台，伊就香港，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伊佫讲咱的总统用足温和的语言。用足温和、足人道主义的语言、非政治性的语言来讲一点点做一寡公道话，安尼讲或者讲或者草莓的人去讲，我感觉伊，迄就是，但是这关问题就是叫做民粹主义嘛，伊永远讲话就是马马虎虎、清清菜菜啦。前言不对后语，歹势，这句台语我不要讲，斗袂起来对吧？斗袂起来啦，所以凊彩讲，伊讲的话咱免听啦。蔡英文总统目前为止的表现，算伫咱台湾目前的国际政治的现实的一个限制中间，已经算表现了相当的好。规个东亚各位，你抬头看嘛，规个西亚、西亚、东亚、东亚内底，干那蔡英文起来讲话哦。目前为止，大家有注意到无？是。虽然你讲的足温和，但是干那伊出来支持香港哦。这是规个东亚，干那过来就是美国甲英国这种强国。是。所以你要了解讲蔡英文今仔讲这话，虽然温和，但是需要勇气。需要勇气啦，是需要勇气。咱继续来看，其实蔡英文总统伫少年线遮的这个发言，其实伊嘛是对着讲，咱香港甲台湾是一个共同体啦吼。啊，继续咱要佮问着发言人，就是讲，你安怎看蔡英文总统甲这个伊的这个发言啦吼？其实伊伫这个面册也好啦，也是讲这个正式的对话也好啦，还是讲接受 NHK 专访也好啦。其实伊的态度真明确嘛，但是有人就讲伊扣着称，就是安尼咧称伊的这个民调，你安怎看？其实我感觉真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讲咱甲民主徛做伙，伊背后就有全世界。就是香港共款，伊选择着自由，选择着民主，伊背后有全世界。你看做美国啊、是英国的人，迄个国会议员徛出来听，咱台湾嘛是甲民主徛做伙，你就有全世界。你若是亲像看文哲共款，选择着独裁，还是伫独裁头前，你唔敢讲话，你干那一个朋友就是中国。而且伊的朋友，中国毋是你的朋友，所以我感觉讲，其实蔡英文其实伊做了的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示范。这示范是甲香港人讲，嘛是甲全世界讲，咱和香港有共款的心。是啦，有影，所以这个蔡英文总统作为一个领导人，作为一个总统，伊代表中华民国台湾，其实就是展现这个决心，就是香港甲这个
台湾真正是小可怜的，袂当分割啦吼。这种这个情况来看，咱继续来看吼，各国来声援香港这个行动是啥物吼？美国白宫啦吼，这个 We the People 这个网站头顶就有人发起的这个人数啦吼，差不多有12万人啦吼，请这个派医疗军队哦到香港啦，因为现主是咧香港真正处到这个灾难的这个状况之下，爱来通过这个提案啦吼。啊，美国参议员这个 Marco Rubio 伊是讲啥？中国政府唔那是家己讲的这个安尼善良啦，甲负责任，因是这个邪恶啦吼，真歹这个威权政府。啊，英国外交大臣。这个 Dominic Raab 伊是讲啥？伊讲又敲电话这个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讲香港人爱有这个抗议的这个权利，香港政府爱有这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用对话方式来解决争议。啊，这个The Economist 伊讲啥？伊讲经济学人伊讲，若是中国军方啦极端啦，用这个手段吼来对付示威者，中国甲美国的关系会更加恶化。啊 ，New York Times 伊讲啥？中国看起嚟，哪会遮尔啊两只？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部分哦，会当看出因真正是两想啦吼。其实咱一个来看 ，We the People 美国白宫安尼动作，爱请到这个医疗军来到香港，尤其伫这个香港的这个医护人员，去用枪支拍掉，啊因要无限期来。罢工医护人员的这部分，对着这个人权团体，咱请秘书长吼来讲到这个部分。其实 We the People 这个人数的这网站已经有12万人，遐尔济。其实对着美国人来讲，因看全世界这个香港伫全世界这个运动来讲，其实伊嘛知影对着香港，若是毋是会当脱离着这个中共，还是讲中国这个部分，其实伊嘛是徛真在，因为立场已经展现出来。是，其实。就亲像拄啊，基进党的朋友讲的吼，咱看到人咧受苦受难的时阵，咱嘛会想讲要捐钱，咱嘛会想讲要派咱的医生护士去遐个赈灾区啊去帮忙吼。咱看到战争的时阵，咱嘛看到做者医生、做者国际的志工吼、志工的朋友，因着家己徛去遐帮忙，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人性吼，就是咱看到这不正当、不正义的代志发生的时阵，咱就会去想讲，咱应该做一寡代志来去帮助遐个人。所以这个代志根本，阮嘛感觉讲，其实这个问题吼，香港即摆的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毋是干那蔡英文应该爱回答这个问题尔。阮感觉讲，其实所有的台湾即摆的候选人，啊，佮有所有的政党，嘛拢应该爱表态。你爱讲这好清楚，你即摆对于香港即摆这发展，你的想法、你的看法是啥物？我相信即摆所有的连国民党因拢毋敢讲因支持一国两制吼。啊，毋过恁对其他的代志，恁的看法是啥物？阮需要提供啥物的协助？啊，恁对于像台湾会，阮嘛问所有的候选人，啊，佮有所有的政党，请问恁感觉台湾即摆需不需要提供？香港才会来要出庇护的这个个案的协助。是。恁对这难民法的看法是啥物？阮认为讲所有的总统候选人甲政党，你其实拢爱对这个问题，你拢爱有你的清楚的立场，啊，佮有意见。是。这个问题唔单单是蔡英文的应该回答问题，而是全部包括国民党，包括咱即马阁有一个新的政党，台湾民众党是啊，伊嘛应该爱回答这个问题啦，系啊。所以咱继续回头看啦，其实哦，这个时代力量的这个议员哦，黄杰，伊讲要送物资伫面册头顶公布呢，需要这个桃园的这个议员詹议员啦吼，伊讲要用这个国安法来甲发啦吼。其实咱来看，其实是颠倒是非嘛。其实咱若要是用挺香港的角度来看，其实。黄杰议员安尼作为，其实无违反着什么国安法吧？无，当然无违反。所以就是讲，迄个国民党的议员对国家的定义，跟咱无共款。所以讲，伊即马，所以即马，迄个国民党的议员，以及着即摆规个迄个香港即个运动发生以来，国民党你看规个台湾拿军吼，毋知要怎行安尼，惊吓，所以毋知。你已经看出一点，就是国民党上大的危机，就是个中国政策，已经到一个坎站，伊要做决定。习近平伊甲你讲得真清楚啊！你无其他的选择，你无中间的选择，所以无你就台湾，无你就中国。即摆国民党无法度决定，所以再有个小厂会走出来，啊，再去摕到因的变做，迄个小厂啊变做因的迄个候选人。所以即摆规个国民党渐一步一步咧行向即个毁灭的深渊。
真明显。啊，迄个即摆即个黄杰即个代志，去互迄个桃园迄个管议员安尼讲，迄就是一个足明显的表现。国民党，你到目前为止，你看因啥物人对即个宋总加工什么话？目前为止无任何太真清楚的迄个态度的表现。所以我感觉对真正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讲，香港即马已经决定性的改变咱台湾政治啊。是，就是讲真清楚啊，即马已经无可能有其他的路数。未来明年的即摆选战的迄个主调真清楚，就是抗中啦、保台啦。是，已经真清香港人替咱 set up 这个 agenda。啊，真清楚啊，然后香港人唔能安尼，伊甲全世界讲啊，所以已经全世界看到讲台湾甲香港即摆咧连线。所以香港问题国际化。连带的，互咱台湾问题嘛国际化。咱台湾、香港愈国际化，咱就愈安全。是。啊，所以即摆咱看到咧国民党伊我感觉讲因即摆感觉非常好，感觉足悲哀啦，一个真大的政党来行到即个路吼。我想因内底一寡优质的，尤其是少年辈的国民党的这青年吼，的党员可能要重新思考，你要安怎重新去定位，恁的中国政策到底是啥？你要跳出来讲。是。所以唔若是讲年底你讲爱针对着人道救援这方面，你嘛要出来讲，恁国民党的中国政策是啥？讲清楚。是。唔若中国国民党啦，头拄仔嘛有讲到，所有的政党，你要选的你就要讲我清楚啊，无阮是要安怎投。是，所以头拄仔嘛有讲到台湾民众党。我是足无爱讲迄，因为我也是咧研究台湾史的人，我对台湾民众党是非常的感觉足尊敬，我对政府就足尊敬的，所以我感觉伊那偷摕这个名称，我足无爱讲。挪用这个 icon， 你讲，嘿，真歹势，我足无愿意讲。是，咱请教发言人啦，因为咱一直在讲这个郭文德市长，这个郭主席啦，即马爱改叫伊安尼吼。其实伊的这个中国政策，还是中国的这个态度，其实就偏来偏去，还佫有讲到两岸一家亲，安尼。对着这回这个香港，伊嘛讲是台湾的这个民主污染着香港，伊用安尼这个讲法来讲香港问题，讲香港甲台湾这个关系，你安怎看？其实我感觉吼，即摆的这个中国，咱若是看到讲香港的问题，若是愈严重，其实中国对待台湾的态度可能嘛是愈硬，打得愈硬。所以讲咱看到讲，其实即摆已经就是中国国民党已经失去了阿强啊，这个恩宠，就是我意思是讲，你看到这个吴敦义，也是讲看到讲，你国民党内底其实真资深的人，其实因有一个足亲的欢乐。这个欢乐是讲，我不再是中国阿强啊的代理人啊，所以讲伊才会画出讲，前几工这个吴敦义画出讲，伊立法院要摕86席。伊意思是讲选我，选我中国国民党做你阿强啊代理人，卖互这个韩国瑜，卖互国语党。所以讲，我的意思是讲，即马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中国政策已经足清楚，就是伊要加码，讲我就是要选你阿强啊，所以讲已经足清楚。然后阿强啊，佫有另外一张牌，这张牌，惊啊，家己讲哦，我是台湾民众，惊啊，家己讲啊，我是无分蓝绿，惊啊，讲我是第三个选择，佫讲啥物我爱台不反中，一寡。较模棱两可的这个修饰，我意思是讲，其实伊是一个一暗一明的牌，咱拢知影背后其实拢有这个红色的，是讲中国会当去咱为这个客观顶端来看，其实伊拢是阿强啊的队友，伊拢是阿强啊讨阿强啊欢喜的人，所以讲伊毋是台湾队，伊嘛毋是咱台湾应该做的选择。其实咱讲到香港问题，尾来讲到台湾问题。这是小可能的啦，但是咱毋是讲这个亲中就是唔好的，就是讲因为有的人就是真正我伫咧中国做生意嘛吼，但是有的人就是爱徛好立场在啦，因为有的人就是你的这个国家主权，你要讲经济，尾也是讲袂转来呢。尾来你经济，你的这个自由民主这条路，若是去互收起来，你要安怎发展你的经济，咱最后要请3位来宾哦，用上帝这个时间，就是讲这回这个香港问题，看到咱台湾，也是讲看这个全世界好，民主这条路，香港要安怎行？咱先请老师。民主这条路，香港要安怎行？香港的兄弟姊妹，香港的市民，恁都要坚持落。恁即马行已经行向一个正确的道路，继续把这个压力。甲伊落，甲加落去，唔通停，唔通消风去。即摆国际、世界各国渐大家拢咧注意，9月要到啊，美国要通过迄个法案。恁只要愈国际化，恁就愈安全。你放心，你免烦恼，阮大家伫遮，大家伫面，阮咧外口就甲你声援，阮创造一个国际的一个迄个言论的一个迄个气氛。
阮来想办法来控制、来压制，互北京唔通乱叮当。啊，恁继续爱搁较拍拼落去，阮甲你永远同在。感谢香港人，恁解救着台湾。是，咱继续请这个秘书长。我感觉香港的这个经验，就是互咱看到讲民主毋是干那会向前行呀，伊嘛会倒退。所以咱爱小心，咱爱注意到讲这个代志，毋通若准讲这个民主、这个人权、这个自由，拢是咱生出来就有的，所以咱拢毋免去甲疼惜、甲伊保护。其实你若无去注意，伊就有一天伊就会消失，伊就会去无去。所以咱爱看香港，啊，有所有全世界支持民主、自由、甲人权的人，徛做伙，咱斗阵向前。所以民主要徛好在啦吼。是我感觉香港人已经行伫咱台湾人的头前，无论是勇气，无论是理念，无论是因的决志。所以讲，我感觉咱台湾人，尤其是少年家，咱爱做认真，也是讲做拍命，甲香港人来合适。我也非常感谢这个香港人对咱的这个民主甲自由的坚持，啊，其实咱的同齐三个做伙，徛做伙，是啦，继续来拍拼。台湾、香港徛做伙，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感谢，谢谢。